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过年都要了啊，咱无像古早人一直休假上元节，不过咱也是有规礼拜不免去做工课，不免去上班。不知道大家过年是咧休困，也是更较无闲。我即马是拢真珍惜借过年这个机会，会当拄到一当才看到一摆的亲戚。今日我要是咧休困，所以要奉上的是进前已经录好的咸糜仔。咸糜仔是旧年我做的光批内面的一个，这套光批有8张，一张画一项古早的四手仔，有爆米香、红菇粿、串冰、冬瓜糖、菜燕、麻米豆甲传统糕仔。若是要了解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有连啊，伫遮祝大家开工顺遂。咸糜仔，灶骹有一桶糜仔，是台中的古堡生的，甲外面卖的糜仔无共。一桶浸伫糖水内面的糜仔，是规粒碰皮，袂脆也袂涩，食到嘴肉软阁有汤，酸味，亲像春天的滋味，有影好食。无怪即阵时行家己生糜仔，3-4月时出产青梅的所在，拢会办生糜仔叫糜仔酒的活动。生的咸糜仔有真侪款，毋但会咸，也会酸会甜。有的糜仔食得脆，有的 Q， 嘛有生甲烂的。糜仔外表的色嘛拢无相共。因过伫柑仔店买会到的咸糜仔，有红色、白色，嘛捌看咖啡色。即阵生甲淡湿的糜仔，有青、有黄、有乌的。我用过掠准，因是无共款的糜仔品种，后来才知影，大的淡的无共色的咸糜仔，拢是共款的青梅落去加工制作。警察是青就挽，也是淡黄才挽。青梅仔是酸阁涩，若较青是做脆梅，8分熟的做 Q 梅，9分熟是做糜仔醋、糜仔酒较下味。即阵若伫线顶找要注文咸糜仔，有5花杂色的口味，其实是做法甲配料无共尔。生青梅仔就亲像有咧变魔术，甲烧工的青梅仔变出无烧工的面容。伫我读国校的时，梅花餐要正时行。人若讲莲花餐是规道拢是莲花、莲藕煮出来的料理，玫瑰花餐、桂花餐应当相共，是有兰花煮的料理。毋过1970年代就有的梅花餐，甲梅花糜仔无地代，若简单看名是摇无啥物，是梅花餐。迄阵是台湾人枵着困欠的年代，政府看公家单位请人客拢足讨济，就限制一顿干那会使叫5项菜一个汤，摆起来就像梅花的形，毋则号做梅花餐。为着要催促梅花餐，大学联考要捌用这做作文的题目，毋知的学生硬甲伊写做是逐人坐伫梅树下骹斗阵食饭，配树仔顶落落来的梅花。梅这字伫人名、地名拢真接快。台湾现主时有90外地名拢有梅，嘉义有梅山乡，高雄有梅山里，台南有梅岭，桃园有杨梅。女性的名号做梅也袂少，小梅、脑壳是不时会伫日本网页内面看到的人名。梅仔溪即马会嘉义梅山，伫日本时代就号做小梅庄，毋过当地人无介意即个名。梅山向东去就是阿里山，因过是山产的集散地，过去会号做梅仔溪、麦仔溪，
听讲是大清时代，一搭有一搭卖米糕糜的，真济番仔伫遮休困，顺续会食一碗。糜嘛有人讲糜梅，甲梅仔的梅发音要相共，所以就甲即位叫做糜仔坑。后来日本人甲伊改做小梅庄，小梅庄的隔壁就是大拿庄，厝边叫大的拿，这互住伫梅仔坑的人对家己的地盘，互日本人号做小的梅，是真无介意。后来才改做梅山。高博县的迄桶糜仔是逐粒拢碰皮甲正水，要糊起来拢惊无张持，就甲伊拄破去，就做细字仔糊。高博人细汉佮山抽，要70岁的人看起来袂输干那50出头。伊是陪查某囝，顶面的兄姐拢加伊诚济岁，早就随人去台北做工课，食头路。干那伊留伫庄骹，甲爸母住做伙。结婚了，两个查某囝要细汉的时，丈公意外过身，留伊一箍人照顾大家官，甲请养两个囡仔。囡仔去读册了，伊就去餐厅做都市师啊，做到60外岁才退休。即马高博是透早去运动，逐个月甲朋友出去游览，三不五时斗顾孙仔，生活真自在。有时看伊就亲像伊生的模样，要少年青涩的时，互万事拖跋，暖来暖去，也着晒日，也着口风。落尾酒咸酸苦正，拢总难做一回，变做好食佮会甘的模样。伊是庆后几若十冬，才有今日的滋味。